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
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恋人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的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
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
听这平安，咱要敬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要进入敬拜进前来唱会情诗363首，这个吟就好。来，耶和华在其时，你也听我的声，在其时我要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应。当咱要用神甲真实来敬拜上帝，向伊真声。我要夜幕望山，我的房站对搭落来，我的房站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来吟圣诗。67首，我心俄罗上帝，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俄罗上帝，主耶永我耶边，地地万民萨嘎应声，何乐以大尊名，就把长追抓，永
校正。我心爱了上帝，世间情人的白，空中飞鸟吟诗出声，学了一大春名。溪水草木青翠，芳花结枝香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空气里大人爱。我心爱了上帝，天的本对一家，水望派代暂时重行，公义稳当着成。千古饮到地酒，那阵地天一牛，天的到尾合做一家，阳光归你上帝。阿门。请咱永远徛伫，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乐岛人来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请坐。来，三甲启用启文第8篇，启文第8篇诗篇27篇，我来启，兄姐来用。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溃力。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人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钱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片看捌的所在，等我的头壳得到举起。我要伫伊的布片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叫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三甲来祈祷，学了上帝荣耀的恩典，将你的假儿
白白赏赐予阮。这恩典丰富的恩典，就是为阮完成救赎，主耶稣道成肉体，定十字架死高活，阮的罪得到赦免。阮是得救的，要学了上帝。上帝是阮的光，阮的拯救。伫黑暗中引带阮伫光明，困难中得到透放。阮有啥物通惊吓？阮伫困苦患难的时，惊吓时常会入阮的心。主，阮犹原要找你，有你的同在，求你保护阮，帮助阮。阮有啥物通惊吓？主的应允，阮着勇敢壮胆，无得惊。阮无论倒落去，上帝甲阮同在。阮祈求主的同在，切切祈求你，祈求你的面，就是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主啊，你是阮的上帝，阮的心要切切羡慕你，要仰望你，看见你的荣耀。阮的嘴唇要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为台湾来祈祷，正入选举的时阵，阮确信主的权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永久袂改变。求主你权能的掌管，互选出的有公义、人民的心，有好名声，有智慧，有能力，会做好事。这是好，是阮的主所欢喜的。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生活对恶乐，有言耶稣降生。
大家来共读上帝的话，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章36节到38节。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要倒落去？”耶稣应伊讲：“我所去的所在，你现时未缀我，后来要缀我。”彼得甲伊讲：“主啊，我现时怎样未缀你啊？我要为着你放杀性命。”耶稣应讲：“你要为着我放杀你的性命吗？我实实甲你讲，鸡也未啼，你要3摆唔认我。”在生在生在，我心起声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成功，你生我的主，生在生在生在，我心起声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成功。生我的主，讲道，咱今仔邀请大专中心的牧师潘中杰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个报告。要分享的题目是：你要倒落去。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真欢喜，会使来到教会，向大家同齐伫遮敬拜。今仔日毋是为着大专来请安报告，是代替新德学院新竹圣经学院来遮请安报告。所以咱真欢喜，今仔日伫遮同齐聚会。伫即个受难周、受难周的时，我伫即个 Facebook 脸书面顶。看到这个波兰的一电视台、电视台，伊讲伊放一出电影，这电影我就甲看，伊的名就叫做这个 Quo Vadis。咱甲看，这应该是拉丁文。我想讲，这个电视台到底是为什么伫受难周要放这个电影？我就去甲查，到底这是咧放什么吼？查的时候，各位兄弟姊妹，这电影知影的人举手。有看过的人无？看了海报知道吗？什么电影？啊，答对了，我应该准备奖品了。好，有人答对了。哦，《暴君焚城录》这个电影嘛，比我较早吼，比我出生的还早这样子。但是咱还是一个放老电影的电视台。你会去看到这出电影，今年我嘛有看到哦，《暴君焚城录》。我感觉为什么伊的拉丁文国法是咱的台湾翻作《暴君焚城录》？因为规个电影都是咧描写这个罗马尼禄皇帝，伊真爱佚佗，真疯狂哦，伊耍甲无啥好耍啊，伊就伫罗马遐放一个火，伫遐看这个放火真好看。我即摆人拢看即个花火、烟火，但是爱罗马伊放火，要看即个火烧的状况。但是我讲，为什么咱台湾的电影的名，那会甲即个原来的名无共款？原来的名，我就去遐查。你若去查 Google， 伊面顶伊甲你讲，即个名是啥物？即个名，伊哦。帮我转一下吼，这个名 Quo 伊讲是基督教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是咱基督信仰内底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提问，叫做你要去哪里啊？你要去倒位？我想讲，奇怪，咱通常咧读这节经节的时，咱会甲这个注意，刻伫上后尾迄节，耶稣咧预言，这个彼得会3摆无认主。但是我真少去注意到头前彼得问这句话：你要去倒位？啊，这就真趣味啊！那这个电影是这个波兰的一个作家，伊得诺贝尔文学奖，伊写这本册哦，《国巴蒂斯》，你要去倒位？啊，写这本册，伊嘛得诺贝尔文学奖。啊，这个尾啊，人甲这个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甲翻译做英语，所以伫这个英语的国家，英国还是美国，非常的畅销。畅销了尾啊，这个好莱坞甲迄出电影，迄出电影就甲这个册的名一模一样，同款叫做“你要去倒位？你要去哪里？”这句话咱大家非常的熟悉哦。你要去倒位？你要去倒位？咱若细汉的时，咱拄着咱的老爸老母，咱看伊要出去，咱会甲问讲：你要去倒位？咱的老爸老母就会讲：啊，我要去对。你会讲：啊，我要对。啊，老爸老母会甲你讲啥？哦，你会使来。若感觉袂使，就讲啥？啊，这你袂使来。这咱平常时拢会拄着的话，甲咱较大汉，也是咱家己真做父母，有当时啊，你要出去，你的囡仔嘛会甲你问讲：阿爸，你要去对？妈妈，你要去对？你嘛会甲讲：哦，我要去对。哦，你对我来。啊，是讲伊要对你去，你会甲讲：啊，这个所在你袂使去。是讲另间我才带你去。你较大汉的时，我才带你去。但是有当较大汉的时，囡仔就不爱对你啊，对。到国高中之后，他就不太跟你了。哦，所以趁细汉，伊咧问你要去倒位的时，你就要决定你要互伊对，还是无爱互伊对。搁另外一个问题，咱那个这个你要去哪里？这个头前的主词，咱甲换掉，伊会变成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倒位？通常咱若拄着这个问题，大家人拢会甲你讲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哲学，非常哲学性的问题。为什么？伊会拄着3个问题，问你是啥？第一，我是什么人？第二，我对倒位来？第三，我要去什么所在？这甲拄仔迄无共款，这是咧问家己。当咱家己对家己较有意识，还是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时，咱拢会去问到这个问题。咱若前一阵子几个月以前，伫这个古典音乐台会听到一个这个公益广告，哦，伊咧讲一个人，伊伫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内底，伊来创办一个部落学校。伊个部落学校，伊就爱这个因遮的囡仔，甲因的阿公阿嬷学习这个母语。伊讲，伊会对因遮的囡仔，伊会甲因问，伊会甲伊讲，就是这3个问题。伊讲，你爱问你家己。我是什么人？我对倒位来？我要去倒位去？伊讲本来这个囡仔非常无自信，但是当因学会晓因家己的母语，因甲因的阿公阿嬷会使对话，因会使讲出因家己咧讲的话，因会使讲出伊家己是什么人。伊讲，佮问因这3个问题，因讲伊感觉这个囡仔较有自信，因知影因对倒位来。因较会使知影，因将来要对什么所在去。这个问题，所有在追求信仰的人，嘛拢会去问到这个问题：我是什么人？我对来，我要去倒位去？就像你伫约翰福音内底，你伫第8章14节，你嘛会看到真侪其他法利赛人。咧问耶稣，你到底是什么人？但是耶稣甲因讲啥？我对倒位来，你唔知影；我要去什么所在，你嘛唔知影。耶稣还伫遐咧，你说好像在打哑谜，绕圈圈。因要知影耶稣是什么人，但是耶稣一直甲因讲，你唔知影我对什么所在来，你嘛唔知影我要去什么所在。
今仔日真有名的这个对话，彼得伫遐问讲：主啊，你要去倒位？耶稣，你要去倒位？这发生伫这个上尾这个暗顿，耶稣甲伊学生去耶路撒冷过这个搬过节，因咧食上后尾迄个暗顿的时，咱若想起这个暗顿，耶稣做啥物代志，甲因讲啥物话，耶稣甲因洗骹，爱因去服侍别人。因讲有人要甲出卖，到尾耶稣讲伊家己的代志，伊讲我的时间、我的时阵无多了。恁会找我，但是我要去的所在，恁袂使去，恁无法度去。这是因食最后的晚餐的时，耶稣讲的话。那彼得听到这句话，伊就问：主啊，你要去倒位？亲像咱拄仔咧讲这个父母中间的对话，耶稣该回答啥物？伊讲：我去的所在，你即马袂使对我去，但是以后你会对我去。啊，那亲像以前咧甲遮个法利赛人讲的话差不多，搁伫遐绕圈圈，会使去，袂使去，你会使知影，你袂使知影，你会使对我去，你袂使对我去。那亲像拄仔咱咧讲，囡仔咧问父母共款，彼得甲耶稣的对话，那亲像父母咧对囡仔讲的，啊，你即马袂使来，你即马袂使对我去。相信耶稣也想讲，伊要家己来行这条路，伊家己行过，经过了后，你以后才来决定你要对我去，还是无爱对我去。所以咱会使知影这个故事。彼得问耶稣：你要去倒位？耶稣后壁甲讲啥？你会3摆无认我。因为彼得甲讲啥？你去倒位，我拢会对你去。但是耶稣讲无哦，你会3摆无认我。规个受难过活的故事，咱到后壁咱会使知影，当耶稣过活的时，伊对伊的学生显现。当遮的学生，因拢拄着耶稣过活。因伫即个立伫即个厝顶的时，耶稣对因显现。因为学生无伫遐，因讲我无法相信。伊讲我看到耶稣的伤者伤痕，我才要相信。等过过一礼拜，耶稣来对即个多马怀疑的即个学生对伊显现的时，伊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个代志过了。兄弟姊妹，你会感觉，咱若看到国外的主，你会啥物款的反应？对咱圣经的记载，拄着国外的主，这学生其实无啥物反应。当国外迄个早起，彼得甲约翰，是讲甲是听主的即个学生，走去即个耶稣的坟墓，要看耶稣。第一个走到位。伊伫门口，伊无入去。彼得第二个走到位，伊入去看，伊看到即个坟墓是空的，一出来，圣经内说写啥？伊就转去啊，他就回家去了。伊无啥物反应。但是即个末大了的玛利亚，伊拄着耶稣，耶稣甲伊讲：你转去甲我的学生讲，我已经过活。彼得入去看到空的坟墓，其实伊出来任何反应拢无。圣经讲，伊就转去啊。当耶稣甲彼得捌讲过3届无认主，伊过活阁甲因显现的时，约翰福音上尾一章，咱看到啥？这个学生阁转去啥物？掠鱼，包括彼得，包括多马。要看到耶稣的伤痕才相信的，拢总12个学生内底有7个学生拢走转去掠伊。伊毋是拢看过耶稣过活，但是伊阁走转去行伊本来的路。你若使徒行传看到耶
耶稣上天的描写，因拢看耶稣伫遐上天，但是你看圣经安怎写，有使者也是咱讲天使，咧对这学生讲：恁要搁咧看什么？你们还在看什么？恁即马应该爱去做什么啊？你们还在看什么？就算讲咱看到新者，咱看到国外主，你要可能无做任何的决定，这对你来讲可能嘛无任何的意义。当耶稣对这个转去掠鱼的人，因掠规暝，拢总无掠到鱼。一个声甲因讲：你着对恁的正边遐拍网，因甲网拍落去，掠真侪鱼。因知影这就是耶稣，讲话的人是耶稣，但是因拢唔敢讲。真趣味，耶稣伫这个岸边已经有生这个火，要来煮这个早顿，要来烘这个鱼。这个时阵，耶稣甲彼得问3摆：你有听我无？你爱我吗？耶稣问了3次。相信这互彼得来想起，伊有3摆无认主，伊3摆爱来回答耶稣：伊有听主无？当伊上尾一摆第3摆问这个彼得的时，圣经内底讲啥？彼得心内底忧愁啊！伊应该想起啊，我捌讲过，我要对耶稣，无论耶稣去倒位，我拢要对伊。但是我嘛3摆无信任主。真趣味，约翰福音上尾，耶稣问彼得3摆：你有听我无？彼得啊3摆应讲：主啊，你知影我有听你。主，你知道我爱你。上后尾，耶稣搁甲讲啥？来跟对我，来跟从我。你若现甲约翰福音的上头前第1章，耶稣咧呼召这个学生的时，对这个会列伊讲的第1句话是啥物？你来跟对我。为约翰福音的上头前甲上后尾，拢有这句话：来跟对我。当耶稣一开始来呼召这个学生，伊咧甲伊讲：你来跟从我，你较好回答。还是当耶稣过活了后，当伊看过耶稣的受难、受苦、受死、定十字架、过活的代志，耶稣甲问讲：你来跟对我，哪一个较好应？耶稣甲彼得讲：你即马要做你要爱你去什么所在，你随便你要去，但是将来别人会用这个腰带甲你下来，带你去你无爱去的所在。圣经讲啥？咧讲伊将来要安怎过生，要安怎荣耀上帝。这个时阵，彼得伊爱决定，当伊知影耶稣经过的代志，伊爱跟对主无？伊要安怎跟对主？最近，咱看到这个英国的女王过身，全世界真大的代志。我们一来follow这个英国的女王过身，是徛伫什么所在，做什么款的礼拜？咱会记得伫个苏格兰礼拜堂内底，拢有唱长老教会的圣诗啊。因咱知影，咱的台湾长老会南部是对这个苏格兰来的因拢是长老会所以你来看伊伫苏格兰迄个礼拜堂内底的时，内底有刻长老会的圣诗，第1条就是长老会的圣诗规个礼拜圣公会甲长老会的圣诗伫遐咧交叉运用。咧讲即个女王一生有一个影集伫即个 Netflix 最近因讲因为女王过身，佮进到排行前10名以前我同工一直叫我看，我最近看到即个第3季第7集，我真大的感触
我去查网络讲这种非常有灵性的一集啊。这集要讲什么？伊的标题叫做 Moon Dust， 月尘啊，这个月球面顶的灰尘吼，月球面顶的灰尘。伊咧写这个1969年，美国的太空人登陆月球，啊，这个皇室规个拢伫遐咧看这个现场的转播，啊，这个女皇伊的先生哦，女王的先生，伊看到这个太空人，哎，非常的羡慕，伊嘛开飞机，伊嘛想要登上天，伊看到这个人类最大的成就，伊就欣赏这三个人，伊会使达到这款的目标，对，尾啊，当这个太空人登来地球的是美国安排这个太空人去巡回22个国家，其中一个国家会巡回去到英国，拜访英国。啊，这个女皇的先生知影因会来英国，伊就要求我会使甲因单独见面，哦，因就互伊15分钟会使见面。这个印记一开始的是女王甲这个什么，甲伊的先生要去做礼拜。前一暗，伊的先生问讲：啊，人敢爱逐礼拜去做礼拜？我感觉做礼拜足无聊的啊，为什么要去做礼拜？爱做礼拜是哦，因换一个新的牧师。啊，这个礼拜是伫这个因的迄温莎城堡，因的大的所在附近。啊，这个新来的牧师哦，伊就要求讲：啊，恁的这个温莎城堡内底真侪空房间，会使互我用一个所在，我要来做一个牧师退休，互因会使来休困、充电的所在无？啊，一开始管理这个女皇的先生，伊就讲好啊，凊彩你摕去用。一天做礼拜了后，这个牧师拄着这个女皇的先生，伊讲啊，你来看，你借我，你互阮用的这个所在，你来看这个所在，甲这个来休困的牧师，甲因来讲话。那电视你看，因就围好像我们小组吼围成一圈，伫遐咧开讲，伫遐咧讲。啊，这个牧师因就讲，因为什么来遮休困？为什么？因讲因为我无会，我唔知影咧牧什么，哦，因为我感觉真忝，我感觉真艰苦，是我唔知影未来的目标。这个女皇的先生伊条讲啥？你们都在那边，恁伫遮咧，你们都是弱者啊，哦，你们是无要起来行动的人啊。恁啊，即马咧做啥物代志？恁袂伫遮咧讲恁的软弱的代志。到尾啊，这个太空人正是来访问这个英国，来访问这个皇宫哦。这个女皇的先生就甲因单独的见面，伊伫遐写足多，伊要甲问的问题。啊，恁去到这个月球面顶，啊，恁有想到啥物代志？你迄当阵你咧想啥？啊，伊写一寡人生的大道理，这个问题，真多真深的问题，思考的问题。伊最近咧想的，伊要问这个太空人，所以他甲因见面的是，伊问这个问题，但是拢答袂出来。哎，因甲讲啥？因讲阮无想遐济啊，我们那时候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啊。我刚才想讲啊，即马爱照表，即马这个 OK check， 即马这个 OK check， 即马这个好啊 check。因讲伊想到的就是个基本照表单面顶，你爱检查啥物，这好啊，就继续安尼操作。去到遐，因无想啥物啊。尾仔你看电视下，这个女皇的先生在问的一寡，你有想到啥物生命的意义啊？是啥物？伊尾仔就客咧，伊无讲问啊。电视就写这三个人，那囡仔共款的，伫这个皇宫内底一直翕相。哦，感觉第一摆看到，安尼真趣味。这个女皇的先生，伊无得到答案。因一个后壁，伊写伊搁转去，甲这个牧师，搁转去遐，甲因伫遐小组，伫遐开讲，伊伫遐自白，伊伫遐讲啥？伊讲拄着这三个全世界拢咧注意的太空人。伊本来要问的问题，伊无得到答案。伊感觉这个人已经达到人生的高峰，
完成别人想要的梦想，帮别人完成他们追求的梦想。别人无一定有这款的机会，但是拢无想到这个问题。伊伫遐讲，伊本来想要问这个问题，但是伊一直无得到这个答案。伊开始谦卑落来，来去对其他的所在来找求。后壁咱看到这个电视翕，伊甲这个牧师行做伙，伫遐咧开讲。后壁的字幕写啥？以后这个圣乔治之家，你有牧师去退休的所在，诚做非常或者这个讲神学甲哲学，互伊伫遐讨论的一个所在。这个女皇的先生甲这个牧师一世人诚做真好的朋友。画面呢，讲出这个两个人伫遐开讲，行路伫遐，女皇伫遐看过去，会心的微笑。这是这个女王冠这个印记内底描写着信用非常深刻的一个所在。那会使知这个女皇的先生应该拄着某一种中年的危机，感觉我为什么拢无成就什么代志？我逐天拢咧做同款的代志，好像没有完成什么事情。我的梦想嘛是飞行啊，但是这个太空人帮我完成这个梦想，到底我即马伫遮咧创啥物？其实咱到40岁、50岁，咱嘛会拢想即款的问题。我要去什么所在？对基督徒来讲，你搁爱加一个问题：耶稣，你要去什么所在？咱无，毋是干那想家己，咱搁想咱军队耶稣的人，咱是要军队去什么所在？通常咱的传福音会讲啊，信耶稣可以得什么？信耶稣会使得什么？有当时咱甲咱的福音简单简化，咱敢若讲啊，信耶稣会使得到什么？所以有的人想讲啊，我要得到啥？我要得到啥？有的人想讲我要得到物质，要得到较侪黄金，要得到较侪什么物件？虽然无毋对。但是信耶稣，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咧问彼得的，彼得问讲：你要去什么所在时，耶稣一开始无爱甲伊讲，甲伊讲完了后，才甲伊讲：你来跟对我。信耶稣，你会得到什么？彼得看到的毋是得到啥，伊看到的大部分人看到应该是失去什么啊？就好像我们在计算我们的机会成本。咱来追求这个信用，咱会得到什么？咱会失去什么？基督徒咱会拄到苦难啊！任何的家庭拢同款啊，咱会拄到无好的代志啊！到底咱追求这个信用，要互咱得到什么？相信耶稣行过的路，互彼得看过，即马才互伊来选择，你来跟对我。这个图是画家根据这句话 ，Govardis， 你要去倒位画一幅图，但是毋是今仔是咱圣经内底的故事，这是对一个咱即马讲是这种伪经刺经彼得行传这个内底的故事来。那头前讲这个暴君焚城录这个作者，伊嘛是因为这个故事来得到灵感。来写这个《暴君焚城录》这个小说这个彼得行传内底有一个故事，伊讲这个彼得在这个罗马这个尼禄焚城烧死嫁祸给基督徒，那基督徒拢去用掠去这个竞技场要去互这个甲这个狮啊或者野兽食去或者罗马的公民看。当做因的娱乐，这彼得看到这个代志，伊要离开罗马，等于行入这个罗马大道要离开的时，伊拄到是这个背着十字架的耶稣，伊就问耶稣：你要去倒位啊？你要去哪里？耶稣甲讲啥？耶稣讲：我要搁登去罗马，搁一摆互钉十字架。
彼得听到耶稣这句话，非常的受到非常被激励，伊就搁登去罗马，伊就遐去用定十字架为耶稣殉难哦。啊，伊感觉伊不配甲耶稣同款的死法，所以传说内底讲上，他倒钉十字架。虽然这是有点杜撰的美丽的故事，但是大家拢甲这句话，画家甲变做一个图画。伫圣经内底这句话嘛出现差不多7摆。主啊，你要去倒位？这是咱拢爱想的。咱军队耶稣的脚步，咱是要去什么所在？有当时啊，咱到一个所在，别人会问你讲：“你后一站要去什么所在？”有当时啊，不是别人问你的，你家己嘛会问你家己。那我下一步要干嘛？我后一步要创啥？我要继续考试？我要继续再升上去吗？有当时啊，你到一个所在时，你会阁想讲，我要阁继续无？还是阁安尼就好啊？咱都一直伫这个我已经抵达，还是我要再出发？咱伫遐反复会问家己，还是问别人这个问题：我要去倒位？你要去倒位？我到遮就好啊？还是我要阁继续？这些问题，拢伫咱的生命内底，一直伫遐循环，一直伫遐问。咱莫袂记哩，咱去什么所在时，咱拢爱记哩。耶稣是咱军队，咱今仔日坐伫遮，拢是军队耶稣的人。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小基督啊。应该咱的方向拢是同款，咱拢军队耶稣的脚步。咱伫遮无论教会，咱的团契，咱拢是一群军队耶稣的人。但是大家人的脚步无同款，大家人的想法无同款，当时咱的路线无同款。咱感觉为什么咱拢是同款军队耶稣的人？但是咱的路线较会无同款，咱拢是同款军队耶稣的人，但是咱的脚步紧甲慢嘛无同款。那亲像活大了的玛利亚，伊看到耶稣显现，伊马上走转去，甲这耶稣学生讲。咱看到彼得。另外一个门徒，这个门徒伊看到耶稣的坟墓，圣经讲伊敢若转去，无做啥物。每一个人虽然咱拢军队耶稣，但是咱可能咱的脚步、咱的做法、咱的路线，拢无啥同款。咱一个教会、一个团契，要安怎包容真侪款的想法，是咱真大的挑战。对一个小小的团契，甲大的教会拢总同款。我的团契有当3、4年、2、3年，就来一遍学生来讨论啊，那个人很讨厌，我们到底要不要让他来团契？学生会伫遐开会哦，通常拢会分一半哦。有一半的人讲啊，我们要有爱心啊，我们要包容所有人，让他留下来。一半讲啊，不能让他留下来。他非常奇怪。这当时就咧考验咱的规个团契，到底因的包容会偌大？到尾啊，有当时爱辅导来出面哦，到底要安怎对待这个大个人拢无介意的人？咱要安怎军队耶稣？咱拢有咱家己的对法、看法。既然咱是一群人。咱都要亲像啊！你不要走在我前面，也不要走在我后面。咱上好安那，
咱同齐行，我们一起走，咱嘛同齐跟对耶稣的脚步来行。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引带，阮每一个人来成做你的囝儿。主啊，阮咧跟对你的脚步的时，阮有当时啊丢毒，有当时啊阮嘛会跋倒，有当时啊阮嘛唔知影阮要对啥物。主啊，当阮决定要来跟对你，成做你的学生，成做你的门徒的时，互阮有更较大的气力，来知影这条路虽然有艰难、有困难，但是因为阮有伫国外仰望，阮要同齐来行这个天路。愿主你带领，互无论团契、无论教会，兄弟姊妹，拢成做互相鼓励，彼此相听，互相来服侍彼此，服侍上帝，服侍人，来成做阮互相的帮衬，来行这条追求上帝信仰、追求这个完全的路。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是代表圣经学院、新竹圣经学院来亲安报告。咱先来看一个介绍这个圣经学院的影片哦。咱学院伫每一学期规划课程，甲邀请的讲师，拢用祈祷的心，毋望借这成做传教者的目的，伫草原无形的服侍中，通过上课，互无会生活更加有活力，重新互受呼召的心有热情，互咱的身躯甲心神伫灵修甲进修了后，一直更新，将课程这个目标带动去教会分享，互教会众兄弟。做伙成做伊伫即个时代变做有活命的。上过课的传教者，捌安尼讲，感谢上帝，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互教会传教者得到真好的资源甲帮助。咱听到这话，是反映咱学院的课程毋但有理论，也有实践。除了每学期新足规划互传教者在职进修以外，咱学院也有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甲教学，对咱的总会、到地方教会拢有实质的帮助。另外，咱学院也借着艺术，成做灵性形成的管道。每年圣诞节，大多数教会拢尽心尽力在布置，总是较无注重受难日，也是过活节。咱圣经学院今年有特别设计一课，对受难日到过活节的布置，互会友通过这艺术品，产生对信仰的想象力，对受苦甲过活更加有灵性的意义。咱学院借着合办的课程，丰富真理的学习，以及灵命的更新。70年前，对上帝来听，感动美国、加拿大宣教师，阁有北美的教会兄弟奉献，接起做咱圣经学院。宣教师甲台湾的同工做伙做工，互校园成做神圣的空间，建筑物充满基督的香味。咱学院全体会伫这个时代继续努力，亲像乳香的见证甲服侍。咱毋但提供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延续信仰的造就。虽然有受到疫情真大影响，又愿无放弃每摆服侍机会。无论是教会或机构，需要同款的教育训练，就是提供圣徒组织敬拜的礼拜堂、团契小组办活动的空间，包括食甲大等等，拢会当达到咱学院的理想甲目标。我愿意献工、献时间、
你现今，这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邀请你为着圣洁行义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多谢。会使看到咱的圣经行业吼，以前是有教授学生的，但是即马咱这个高等教育吼，咱学生愈来愈少吼，真多学校拢拄着这款的问题，所以这个学校已经开始咧转型吼，已经真侪时间无咧招生，但是即马转型规个变做咱的牧者是讲信徒的训练中心，所以伊拄啊真侪拢开互牧者，但是伊嘛真侪开互遮的咱的普通的信徒会使去遐听遮的课吼。所以嘛，兄弟姊妹，咱若有看到这个海报，这个圣经学院有开什么课？有当拢是周末吼，会使有上班族去参加，咱会使去参加遮的课，一寡灵性的也是艺术方面遮的课拢袂歹。但伊个最近因来完成一个新的一个场所，改这个游泳池、甜品哦，然后起另外一个会使聚会的一个场所吼，这个阮去用真侪摆。那咱的兄弟姊妹吼，是咱教会，咱有要野外礼拜啊，是讲要啥物训练吼，拢会使去借这个场地，也是讲咱有是啥物训练，但是咱无法度安排啥物课程，咱嘛会使委托这个圣经学院来帮咱安排这个课程吼，咱就会使真轻松，有人去遐住，就去遐受训练就好啊。所以咱继续来为了这个，咱以前招收过很多学生吼，也是讲真侪牧者拢对遮出来吼，但是即马开始转型做无共款的培训的工作的这个圣经行业，继续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来祈祷哦，来奉献，来报告到遮哦，多谢。三甲来吟圣诗289首，咱人要行天路，请起立吟全首。咱人要行天路，应该日日进步，好打真情是刻无停，唔通心一冷冷，天堂门路大开，耶稣甲咱做对，互咱换心解开平衡，保咱伫白人情。天堂门路将至，咱行心着诚实，无贪世界钱财富贵，无好需要连累，一路头到永远，咱行心着。到天下，本就相信应传，好难地位充满，那古那明，天堂精英，献出真实表现。请坐，奉献。地邀请执事陈建中执事书献。
请坐。我来报告，来看今仔的金句。金句，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要倒落去。”耶稣应伊讲：“我所去的所在，你现时未缀我，后来要缀我。”约翰福音13章36节。来做读两遍。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要倒落去。”耶稣应伊讲：“我所去的所在，你现时未缀我，后来要缀我。”约翰福音13章36节。搁一遍。西门彼得甲伊讲：“主啊，要倒落去。”耶稣应伊讲：“我所去的所在。”你现时未缀我，后来要缀我。约翰福音13章36节。咱看这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奉表，有服侍的兄弟家己弟。看第4面，本会消息。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感谢学院派潘中杰牧师代表来请安报告，佮主理礼拜甲讲道，感谢牧师的辛劳。第二，后主日邀请蔡牧师、蔡三明牧师讲道，主领礼拜。第三。2023年就是每年的月历，教会赠送一户一份，老要买的去到办公室登记，一份80块，到10月初2截止。样品伫公布栏遐会当看。第四。10月初2下晡3点到5点，有机农场第1期的开课，咱即摆报名有10个，报名的爱准时参加这个上课。第5，11月初6 7点半到暗时7点，咱野外礼拜伫嘉义拿来教会举办，每一人报名费400块。小朋友无占位的免费，这个关爱小组报名到10月11日截止。无朋友小组的新朋友，办公室干事来报名。第6，咱停车场的指挥，佮欠3位同工，鼓励咱的兄弟来报名。要报名的，淡薄心长了报名。到目前也未人有报名。第7，要后一季，新安宫读经本甲教会公布的兄弟，去办公室登记，到今仔日截止。第8，各单位负责人还是团契会长，到今仔日进前，甲后一季的事奉表交予行政干事。第9，伫无牧者的期间，咱教会的一寡关节，就是所有的铁门、中庭的大小门，拢锁起来。周间兄弟若是有要来遮服侍的，请家己注意联络干事。第10，9月份中秋的决议，就是咱今年圣诞节的主餐，犹原甲去年相像吼。
各小组家己负责办理，建议会当2组合办。这自产的时，这费用伫12月份第2主日进前，爱提出来申请。参加这个自产，每一人补助300块。11，中执会通过奖学金的名单，总共有7人，伫10月初2主日的时阵来颁发。看第5面，团契小组的消息。第一，妇女团契11点20聚会，主题生活分享。第二，社青团契11月11點40，伫5樓聚會，主題我的選擇。有4位特警兄弟團契、少年團契、青少年團契的聚會，請家己看。看關愛協會的消息。第一，9月25就是後禮拜日，蔡三雄牧師伊來主領禮拜了後，伫地下室有舉辦彈力帶肌力訓練。哦，咱知牧師伊幾年前有來遮訓練，這是伊專門。如果咱兄弟若是本身有彈力帶，同工家己帶來遮訓練，有午餐。第二、第三，遮健康促進甲樂齡教室吼，就是拜2甲拜4的聚會，請咱家己看。基禮關懷，咱等一下來基禮關懷，或者來祈禱。咱看第6面教會消息，咱即家己看，家己注意。奉獻的呢，頂禮拜奉獻，若有5頂老高去，請財務部的部長歡迎。以上。咱即摆来介紹新朋友。今仔有2位新朋友來到咱中間吼，一個就是林嘉欣姊妹，林嘉欣小姐，伫台中科技大學底下伫讀冊，請咱起立，互咱歡迎，咱拍拍歡迎。佮另外一位吼，因坐做伙，这个嘛是學生，就是黃依婷小姐，黃依婷姊妹，伫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底下伫讀冊，請咱起立，互咱歡迎。因2位攏是信主的吼，是三德教會的會友，來咱這個所在吼，來遮禮拜，等有禮拜三，大家會當甲伊熟悉。好，咱所來去要集體大道，今仔集體大道的所在，咱看第5面，第5面咱的會友的狀況哈，身體欠安呢？咱為因祈禱，有蘇淳樸吼，身體虛弱，住院。林明月對蘇淳樸太太，伊的頷頸痛。林淑慧老師哈，已經伊禮拜是出院啊，愛為祈禱因為有。前後有足一遍住院佮出院，佮為較近的吼，咱即擺有佇名單內底有鄭百里、張澤夫、趙宇軒，咱迄個指揮出來燕龍吼，佮為着迄個玉秀姐林丹玉秀姐呢，伊跋倒吼，伊右肩的手術已經佇出院佇厝的。也休息。第2點是新學期遮的主題來祈禱，
兄弟就好吼，我来祈祷。主啊，阮为阮兄弟爸兄来祈祷。主啊，有苏淳朴兄、林业杰、苏慧老师、佮易秀杰，因家有爸兄带院出院在疗养。主阮兄弟有时常的。真侪身体欠安，尤其这段伫肺炎咧传染的时，阁有遐确诊。拄啊，阮知身体欠安破病，阮求你医治，因的身体。拢渐渐在衰败，但是阮另外一方面，我要看遐欠安的因内心，求你互因日日在换心，通互因知为俗人在看，因所受这个艰苦。是暂时搁小可的艰苦，他们显出，通互因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阳光，嘛要显出主你的恩典，你医治因的恩典，甲显出你主你的阳光。主啊，我嘛看到遮的这个肺炎，阮会友，阮的兄弟有真侪人伊确诊，有百里、泽夫、佮雨仙，佮有我唔知，有真侪人确诊的。主啊，不知是阮的会友，佮在阮台湾。即马确诊人数2万、3万、4万，人数一直增加。主啊，这3年来，这个确诊，互大家拢有一种危机，是毋是阁会当轮到我？主啊，阮知这个确诊是阮的担忧的事，主。阮要亲像迄个海哥的家主求，讲主啊，你若肯，我会就会互我清气；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主啊，阮主求，为阮每一个人是白听的，还是确诊，亲像这个海哥安尼。病毒在攻击，互阮身躯无清气。主，我要甲主求，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求主你甲阮讲，我肯，你通清气。阮知，主你若愿意，会当伸出手医好阮。主啊！伫遮咧祈祷的时，阮就想到家己，阮嘛来探讨，阮是毋是内心有污秽，佮共一样有罪伫阮中间，因为罪，互阮无清气，阮只有求主耶稣基督，你救阮脱离迄个罪，脱离迄个罪。的捆绑，因为只有主，你会当蒙阮清气。主啊，阮每一个人时常到主你面前，甲主讲，
你若肯，就互阮清气，因为主，你若肯的时，要用宝血洗清阮的罪。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奉着主耶稣的名，阿门。咱三个来请安，咱听这三个来请安。再唱一遍。我用主的听心声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心声来听你，我看你来认不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心声来听你。请坐。来吟上咏510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牧师来接导，请咱起立吟510首。俄勒天顶主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正兄弟姊妹三甲一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列倒。一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お庭に